看後面一片哈，這個我們的蓮潭公園啊，蓮潭志洪池很漂亮哈啊，在市府特別選在這個景點哈，搭建這個活動中心，讓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哦，給我們的鄉親能夠使用，而且建築上哈搭建得非常完美，這個花了5000多萬，啊，由中央補助1600多萬，其他的由市府自籌哈，也在經費拮據的範圍內哈。市政府能夠找出這一塊土地，又用了這些錢來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多功能使用。像1樓我們將來要做收銀中心，而2樓這邊就是由我們社區使用有大禮堂啊，也有廚房啊，還有就是各種多功能的方向來給大家來完善。是我們從108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去做努力跟規劃，到今天115年1月份開始落成，所以這中間呢，我們大概經歷了6年多7年的時間，才等來這一座。那這當中呢，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幫忙，還有我們的林志展副議長也有幫忙，所以這一座的里民活動中心不是單純只有里民活動中心，我們樓下1樓是0到2歲的公托教育，因為現在這邊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師新貴，他們的孩子其實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當初的設想規劃是想說，讓年輕的工程師在這裡能夠安居樂業。蓮潭里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蓮潭公園的東北角。蓮潭公園是一座滯洪池，設置這個滯洪池的目的呢，是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時候能夠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這邊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有人來這邊運動。公園的旁邊再坐落這一座美輪美奐的一個里民活動中心，其實除了讓民眾可以歇歇腳以外，然後接下來就是未來我們大概下個禮拜開始，我們就會跟成大團隊做合作，那會有一系列的講座來提供給所有的里民來做服務，這樣子。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來，將相公嘞，好咱未來攏會當一切順利，一切平安。因為黃會長市長進來，伊對於義里活動中心非常的認真支持推動非常感謝咱議員會當共同支持這個經費。市長進來已經攏有68座的活動中心重建，閣有迄個整修啦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進來到今年底會當完成，閣差10座嘞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講有在規劃中啦所以這個活動中心起來了，遮水希望講里長好了用啦，周遭環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內底設施市政這邊遮阮會盡量來甲配合好勢。最後希望講里民會當多多使用你包括講迄個辦理活動還是演習啦包括講迄個演習的課程，我那有老百姓盡量咧市民都盡量咧使用。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2026年正式啟動愛在社區心手相印愛心捐贈計劃，以實際行動回應社會結構變遷下的資源落差問題。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總經理陳建春12日帶領公司同仁前往華山基金會安平天使站捐贈生活物資，由安平天使站長李維珍代表受贈，現場氣氛溫馨。站長李維珍特別感謝中嘉寬頻關懷弱勢、支持公益，不只長期協助華山基金會的公益採訪，每年更多次提供結餘轉物資捐贈，讓站長可以於每月到宅訪視時，將這些民生用品一起送到弱勢長輩家中，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3冠王雙子星關懷弱勢支持公益，不止長期協助我們華山基金會台南地區的活動公益採訪，每年更是會多次在我們陳建春總經理的帶領下，將結餘轉贈為物資給我們，讓站長我們可以在每個月到宅訪視的時候呢，將這些民生用品、食品一起送到弱勢的長輩家中，那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那我們也邀請更多有意願的山士朋友，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愛老人。這次捐贈的物資有紙尿布、清潔用品、芝麻燕麥飲、麵條等生活必需品。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總經理陳建春表示，企業深耕地方多年，持續關注社區長輩與弱勢族群需求，
這次捐贈也希望能補足長輩日常生活所需，減輕照護壓力，讓愛心真正落實到社區角落。中嘉寬屏3冠王雙子星在歲末年終的時候呢，我們也捐了一批物資，給我們的華山基金會。那希望透過華山基金會的力量呢，提供給我们需要協助的這些長輩們，讓他們可以過一個好年。另外呢，我們中嘉寬屏3冠王跟雙子星有線電視在今年度呢，同樣也提供給我們低收入戶，有線電視收視費全免，跟寬屏網絡上網半價的這個優惠。那希望我們有需要的這些低收入戶們呢，可以去區公所這邊申請證明，然後到公司這邊來登記，就可以享受到這些優惠。華山基金會長期服務獨居長輩，提供關懷訪視與生活協助，對於企業挹注資源表達高度肯定。中嘉強調，未來將持續推動公益行動，建立長期務實參與模式，串聯更多善的力量，讓社區更加溫暖，也展現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具體行動力。台南新聞張偉洲採訪報道。農曆正月初六是清水祖師的聖誕。南區市軍星龍山寺每年農曆春節期間，攏會舉辦一連串的活動，對於二九暝開廟門發紅包，還有過年期間的過7星平安橋等。其中重頭戲就是轉運金的博杯比賽，總獎金50萬，去年就吸引8-9千人來參賽。市軍星龍山寺每當即馬攏有咧博杯博即個50萬誒發財金。那麼這是無形的就是講祖師公要賜予因的也有福食得。所以第一名30萬你像去年就一個外囡仔去博着，真正作為一個福運。那麼去年有差不多8-9千個來參加，佇初六，為初六開始就決賽。博杯比賽對2九暝暗時開始到正月初六。民眾只要聽100塊的油香，就有一屆比賽機會。連續3個聖杯就用來進入決賽。活動還未開始，就吸引不少的信眾到場想要來刺秋去。因為這個錢不用還，重點，錢不用還，非常非常的開心，然後都可以做很多的運用，比方說出國玩啊，或是 shopping 買東西啊，都非常非常的好運用，因為是多出來的錢，對。所以會有覺得今天其實自己的運氣還不錯，應該可以。對，每一年我都會想嘗試。現場一名吳先生，因為去年在結婚前參加比賽有進入決賽，不過後來因為乾杯 PK 卻輸了一名1歲外的小朋友。娶老婆之前來試試看，然後順便看有沒有神明保佑，這樣就真的有，感覺有差這樣。所以你那個去年在擲的時候，是一開始要進入決賽是擲了幾杯啊？後來3個人在幾個那個時候我那個時候是擲了入決賽前嘛，再擲了大概5杯有，5杯，對，然後就進決賽了。對。到最後面這樣慢慢一直擲的時候，有沒有特別的緊張？有，那個擲到第3杯的時候，開始有點全身發抖，然後第4杯的時候已經感覺自己不知道在幹嘛。然後第5杯就已經懷疑人生了，這樣。對。那時候不是會覺得說好像是我的那種感覺？也沒有，就是全身麻掉，完全已經腦袋一片空白，說怎麼自己可以擲那麼高這樣？去年有3個攏掉9杯，3個都 PK， 結果迄個1歲外迄個小朋友伊來就用到上懸的30萬。市軍星龍山寺過年期間除了博杯的比賽。還有2九暝開廟門發紅包，以及農曆年期間過7星平安橋等活動，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農曆春節期間，攏會用到市軍星龍山寺來行春、刺秋去來博轉運金。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由安中商圈所規劃招商的年會期節，雖然是頭一檔，不過佇公所的協助，已經邀集120個各式各樣的單位，相當熱烈。都希望持續打響安中商圈的招牌，重要是創造在地商機，而且是愈暗愈熱烈。我們今年2月12到2月15，在台江地景公園，就是新福大道，有舉辦一個年貨市集，在這邊邀請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觀。我們這邊的年貨大概有1/3都是屬於年貨類，有2/3是我們在地的
在地的食品，可以大家來這邊吃吃喝喝玩玩。那也會跟大家說，我們這邊會越夜越美麗。開幕頭一天，佇人世甲在新雅的座頂，就已經是鬧熱滾滾。議員郭信良頂面台嘛來為團商高官推薦辦年會，唔免走外地來安南區的有。那這個商品非常的好吃啊，有柳雜餅，又有這個蔥油口味，非常適合啊在家過年跨年期吃這個餅，也可以去送一些親友分享。歡迎大家來這邊高官，新年快樂！迎接農曆過年，也未穿好年會民眾會當把2月12到15上午11點到暗時9點，除了有好食好飲，也有樂團輪流演奏街頭藝人的表演。2月15最後一天，也有摸彩重頭戲，有機會將65寸的電視頂大獎砸斷去。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由議員林美燕號召，結合台南市婦女聯合會、康黃金愛心助善會等一個善心團體，甲日點假。12號暗時，佇個北門路地下道集結各界的物資，有杏仁茶、八寶粥等食物，甲着御寒的毛毯，甲着梅仔等，總共大約50-60份，要送予地下道所有的家友。過2天就要過年了，我想每一個人大家都非常高興，在迎接新的一年啦。尤其它代表是一個團圓啦。那為什麼來到地下道？因為有很多街友，他就每天都入住在這邊啦。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把這個溫暖還有這個感覺啊，過年的感覺、溫馨的感覺送給我們的所有的街友。那這一次也非常感謝我們台南市婦女聯合會跟我們康環金就是安平分會，還有我們阿金、杏仁茶，還有包括義進、成績這些企業共同來就是贊助這一次的活動所有的物資啊。我們希望把這個愛能夠分享給所有的人，在這個歲末前夕，也大家一切都能夠快快樂樂、平平安安過個好年。咱不是當溫暖爾，咱是一個人和人的希望，所以人與人相處的那個希望的感覺、期待的感覺，能期待未來可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溫暖的感覺。我們今天晚上在這裡就顯現出來，所以就感謝咱的迄個義作咱義作將來接班人對於這方面呢，會當來這社會資源攏看出來來。做伙做愛心。宜蘭服務處執行長葉漢勳嘛表示，因為台南市的家友大部分分散佇個各處來生活，只有暗時才會轉來到地下道來歇困避風。宜蘭透過市府社會局救助科的幫忙，才進入地下道一一來慰問，並且遞進愛心的物資。新年快樂哦！愛心快樂哦！新年快樂！謝謝來，而市府社會局對着社會各界的關懷，嘛希望所有的家友佇個新的一冬，攏會得到幸福甲着希望。2026，馬上幸福。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不離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過2天就要過年啊！詹培亞中餐祝同計劃愛心便當發送1天，經加碼送1份年味滿滿禮物。糕點上特別打上象徵新春喜氣的春字，寓意着迎春納福、平安順遂。同時也象徵中餐祝同計劃穩健行過第14個年頭。今天是我們中餐祝同第14單，好，那做一個今天最後的一天的結束，那也在這裡用個蘿蔔糕祝大家新年快樂，心想事成。那因為這是我兒子未來的接班人，也是能夠讓他今年順利的當選，讓我們這個中餐祝同的計劃能夠永續、永遠的做下去。詹培亞愛心義工協會執行長，同時也是將要投入這屆台南市議員選舉的議員參選人歐正豪表示，
中餐做農計劃自推動以來，一直秉持着散嘛袂當散教育，枵嘛袂當枵囡仔的初心，茫透過實際行動守護囡仔基本需求。未來伊也將延續這份精神，持續為弱勢家庭囡仔補足成長所需要的力量。今天是我們邁入第14年的中餐助同寒假的尾聲。那依照慣例，每年我們在寒假的最後一天都會發放一個蘿蔔糕，上面貼一個很喜氣的春，象徵着迎春納福。我們也準備了水果蘋果，象徵平平安安。希望所有需要的孩童、需要的家庭都能受到我們的祝福，也希望他們一路順遂。那像我媽媽曾培雅議員講的，希望這個活動能永續。但是我想要表達的是，只要有需要的地方，我們就努力一直做下去。歐正豪表示，14天來中餐助同計劃凝聚真濟志工甲善心人士的投入，逐步建立在地穩定的公益支持網絡。未來也將持續結合更多社會資源，深化服務內容，持續在城市當中傳達溫暖甲關懷。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你沒看錯，異國湯竟然能有3種口味。台南有火鍋店推賓士鍋，除了最基本的龍骨鍋，還有青花椒和麻辣鍋，強調正宗川味，加入3種辣椒和大紅袍花椒。業者更因地制宜改良湯頭。我們來這邊有微微的調整過，因為在那邊呢，在四川那邊呢，那個麻辣湯是不能喝的啊。那我們這邊呢，就是說我的湯底是用龍骨湯。麻辣蠻香的，蠻特別的。青花椒那個，我覺得我最喜歡吃。我覺得它麻又不會辣，麻而不辣，蠻特別。食材除了常見的毛肚、腰花、牛肉丸、貢菜，還別出心裁，將四川風味結合在地特色，將每天上化直送的溫體牛裹上厚厚的特制調料，涮下去相當過癮。當中最吸睛的是這一整隻的鱉，這還蠻驚奇的。對它，而且它是整隻的，對，但是對啊，但就吃起來就是很有膠質，滿滿蛋白質的感覺。用餐的客人都直呼太牛辣，而同樣也是主打每日現熬湯底、頂級肉品的南霸天火鍋店，則是推招牌天香麻辣湯，以20種溫和中藥材搭配麻辣豆瓣醬、牛骨辛香料，湯頭溫醇香辣不嗆口。也有加入一些牛油，然後跟郫縣的豆瓣醬，我們去整個辣油的過程，我們是用自己去炒的，那炒出來香而不膩。這間店還搬過新家，現在位於中華路上，有着整排的新鮮海鮮食材夾到飽，熟食區還有炙燒鮭魚壽司等多種選擇。現在配合季節推出草莓季，不但能爽客冰箱內的草莓甜點，還有限時限量的草莓雪花冰，滿足甜點控的味蕾。記者邱懷棠的報道。高雄車站前方多出了一座吸睛的大型噴水池，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間立柱上方那條鮮豔的紅色鯉魚。經過多年的等待，這條承載老高雄回憶的老魚，終於回到了城市中軸線上。後方的現代站體與歷史地標交織出了新舊融合的光景，讓不少路過的民眾直呼相當不錯。我覺得還不錯啊，就是這樣，至少把大家的回憶都帶回來，然後每次來這裡的時候都會順便回憶一下小時候在這裡的很好的事情，對，因為這個是日據時代就有的車站，那有很多人的回憶就在這兒哈。這條紅鯉魚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是車站前的老地標。到了2002年時，因為鐵路地下化工程與地灣式車站一同被遷移保存，由於雕塑已經有些年代，許多部位嚴重破損，修復團隊耗費不少苦心才完成復原，甚至連回歸擺放的位置都相當講究，力求還原當年的神韻。當初接手的時候，這個鯉魚它只剩下根部的位置。就是它的魚鰭的部分，只剩下根部有三角形的一個小小，可能不到5/6，然後我們是透過團隊努力慢慢的把它一點一點的，讓它形成現在的模樣。一隻魚最漂亮的位置點是在它的側面呢，不管你擺左擺右都很好看。那為什麼那個肚子好像最不起眼的要向着民眾建築師就說了，他就講刻意這樣安排，當然。以前的這個前人他們就把魚腹朝向民眾了，然後這個寓意就是把這個腹魚這個腹部
它是有一個諧音，就把富餘留給民眾。在去年11月，紅鯉魚完成了高空吊掛作業，正式重返家園。文化局表示，目前修復工程已經告一段落，正在進行最後噴水池測試與收尾工作，將會全力趕工，希望能夠在農曆年前正式對外亮相。目前即將在2月初完工，現在正進行收尾的階段。而鯉魚雕像的部分，因為經歷了多年的風吹日曬雨淋，已經有些損壞，現在有做一些修補及補色。瓷體也維持了磨石子的表面，也會恢復到原來的噴水池功能。後續的話，會有噴泉，再從鯉魚嘴那邊會噴出2層的水花的噴泉，那會有很漂亮的水花，然後底下會有投射燈，會往這個鯉魚身上，包括這個池子周邊，都會有很漂亮的燈光。這條游了1甲子的老魚，不僅見證了高雄車站的蛻變，更保留了一份屬於高雄人的在地溫情。讓返鄉過年的遊子一出車站，就能看見這條老朋友在噴水池迎接。解傳君高雄報道。副市長林奕華與台北花市董事長饒煥美等貴賓共同完成象徵好運的花禮籃，為春節檔期揭開序幕。台北花市指出，今年切花與盆花供應穩定，切花供貨量預估達近100萬把，較去年成長。盆花如蝴蝶蘭、荊棘、長壽花等種類齊全，民眾可安心選購。今年的花卉產量比較充足，因為有閏月的關係，它生長的週期比較長一點，大概多了3週的時間，所以花卉的供應量是比較充足的。那價格方面呢，就是會比往年會便宜一些。再就是它的那個供應量可能會多個10%到20%左右，所以品質各方面都很好。大概會比往年便宜個大概大概這1成左右，像我們的百合以前大概500、600、700塊錢才買得到，現在可能400到600左右之間，大概就可以買得到，品質相當不錯，就是沒有包裝的，就是因為我們花卉市場我們是批發市場，是不能夠零售嘛，是整把那一種。台北花市在我們攤商的共同努力之下，去年的營業額高達28億。鮮花22億，盆花6億，創歷史新高。所以其實呢，能夠大家知道挺過疫情，然後大家不斷努力之下，可以有這樣的成果。所以其實非常感謝攤商們平常這麼的努力，讓我們很多大台北地區的民眾或很多的店家可以來這邊找到最有品質的各種的花卉。因年節氛圍，花市也展示多款春節應景花卉，紅色系、金色系花卉依舊最受青睞。花市業者表示，今年春節連假適逢情人節，玫瑰花需求增加，價格約較平日上漲3成。其餘多數花卉價格相對平穩，整體選擇多元。大家還是喜歡蘭花啦，或是一些菊花類。然後金的呢，金的銀的飾品也大家都很喜歡，然後紅的花比較討喜。然後今年是剛好遇到情人節，所以今年的玫瑰會特別貴。今年玫瑰比較貴，還有一些比較高級的花，綁花束的花也會稍微漲比較多一點，應該是沒有到4、5成，3成以上一定有。此外，台北花市持續攜手南投縣政府推出農特產品市集，讓民眾買花同時也能選購特色伴手禮。台北花市春節期間分階段延長營業，2月3號起延長零批場營業時間至下午3點，2月12號到16號除夕中午12點全天營業不間斷。歡迎民眾把握時間到台北花市採購，為農曆新年增添好彩頭。記者尹錫慧台北報道。想感受濃濃年節氛圍嗎？桃園龜山區的憲光2村眷村文化園區將從本週末起到春節期間推出系列活動，包含懷舊市集、斗房 DIY、闖關活動等等。其中2月7號到3月8號推出的5路財神闖關關卡，結合投壺、套圈跟抓馬等趣味體驗，並以糧票作為意向設計集章卡，集滿即可兌換馬年限定紅包袋，讓民眾邊逛展邊玩活動，體驗眷村過年的熱鬧感。那我們這裡一系列的活動會有市集，然後也有闖關的活動，還有我們晚上會有團圓宴的活動，以及讓民眾可以
自己客製化一個斗方的這個春聯的體驗，然後還有沙包眷村沙包的挑戰賽。我們的活動是從2月7號到3月8號這個期間都會有一個所謂的五路財神的闖關活動。那我們活動裡面的關卡包括了有投壺，然後有抓馬。那我們更是用糧票的意象來作為我們的集章卡，讓所有來參加闖關活動的民眾可以在上面集章，然後集完章之後可以到我們的服務台去兌換我們憲光二村專屬的馬年紅包。在系列活動中，還有一檔巡迴特展，化用自眷村文化研究專書《眷村時代》，以1960年代為背景，透過老電視、黑膠唱片跟40個關鍵字，重現眷村生活樣貌。希望民眾走進園區，不只是看展覽，也能親身感受當年眷村的生活氛圍跟時代記憶。在2026年，我們桃園市文化局有特別委託了中央大學歷史教授蔣竹山老師的團隊，特別規劃了一個展，叫眷村時代巡迴展。比如說有老式的舊電視機，我們的黑膠唱片，以及有用40個關鍵字來做介紹。比如說1960年代的養鳥文化啦，然後美軍物資援助這部分，都是我們的生活亮點。那在我們憲光村展出，因為我們憲光村是桃園唯一被保留下來的憲兵眷村，歡迎各位在春節期間能夠到我們憲光二村眷村文化園區來參觀。結合懷舊展覽跟互動體驗，憲光二村把眷村年味轉化為可看、可玩、可參與的文化行程。透過市集、闖關跟節慶活動，讓不同世代在園區中交流記憶，也為春節走春提供一處充滿故事跟溫度的去處。記者林婷報道。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给起来做啦！你这么怎么做上去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有名才有福气啦。原來是夢，阮查某朋友攏講哦，伊今日那時陣叫我愛牽伊去行紅地毯。準備好。好，行。做了，用心一改解決，給你做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我不要得腸病毒，完全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什麼很賺？我外甥凱凱最近一直勸我跟他一起買股票，20%。他
可能跟別人買了投資報酬率高的理財產品，報酬率高，風險也會很高哦。我只是想領個錢給我的家人，你有需要問這麼多嗎？即使是家人推薦吶，也要考慮產品適不適合自己。購買理財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資前需了解商品預期風險損失，小心金融剝削。